上一期同大家介紹咗拍賣評估行嘅運作之後，有新朋友打電話過嚟查詢乜嘢係現金收購啊？委託拍賣又有咩程序呢？究竟係咪私下買賣好過交俾專業人士啊？今日就同大家睇真啲。現金收購係一種直接、簡單、快速嘅方式。我哋嘅專家認真睇完你提供嘅物品之後，會根據最新嘅市場動向，俾出一個合理嘅收購價。如果你對價格滿意，就實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。好處係你可以短時間內將物品脫手，並且即時獲得現金套現。如果通過委託將物品交俾我哋進行拍賣，物品係需要交俾我哋保存大概1到2個月嘅時間，當中包括進行攝影、宣傳、預展、拍賣等等事項。直至拍賣結果出嚟之後，我哋會再進一步交收。好處係物品如果非常受市場歡迎，就可能以高出我哋嘅期望價值成交，令你獲得比買斷更高嘅回報。最終落取價扣除佣金之後，就係你會收到嘅金額啦。呢個方式過程相對會比較耐少少，而物品萬一冇成功拍出去嘅話，就需要客戶嚟公司接收返啲物品。好啦，仲有一個疑問要解答嘅，將物品交俾拍賣行係咪真係好過私下交易？我哋一齊再嚟睇真啲。拍賣行強調專業、安全、價值最大化。第一，專業鑑定。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，拍賣行業一直企喺2級市場最前線。最近邊個類別受吹捧，邊個範疇有放緩跡象，我哋都非常敏感。因為有呢個觸覺，我哋客戶嘅物品就可以避免被低估或者被誤導價格。二、安全保障。拍賣行提供合約、收款、交付等全程保障，交俾我哋嘅物品亦享有總值500萬加元嘅保險，為你避免私下交易帶嚟嘅所有風險。三、全球曝光，價格更高。由於長城拍賣行嘅拍賣屬於 N 管齊下，包括現場出價、電話委託同埋通過4個網絡拍賣平台同步進行，最大程度咁接觸到世界各地買家，見證到拍賣嘅獨有魅力，就係有競爭、有高價。你問我揾拍賣行幫手最大嘅好處係乜？我就話唔會傷感情咯。朋友之間冇買賣就唔會怪你賺多咗佢錢，屋企人又唔會怪你隨隨便便出讓咗件家傳之寶。所以咧，都係揾專業人士做個評估先最好。無論你想免費評估、快速出售，定係想透過全球平台揾到最好嘅買家，我哋都能夠為你提供最適合嘅方案。唔好猶豫啦，即刻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647-936-0001，睇真啲，好傾啲㗎。